今仔台灣南部沿海開始年度的天文大流，屏東東港東流線的碼頭早起6點左右海水倒急，地勢較低的所在積水是到腳目，所以趕緊派用抽水機把水排出去。縣政府的水利處嘛表示講，這波大流會到17號，所以嘛提醒沿海民眾都要特別注意。海水泡到岸邊，因為是甜的，直接流入來碼頭，規個通道淡落落。13早起約6點，東港的東流線碼頭邊受到大巴流影響，海水直接倒灌。業者表示，12號發生海水帶着土沙，直接衝對辦公室去。工作人員才辛苦變掃沙，結果13透早佫滿入來。因為碼頭的地形和巴流，互因足困擾，嘛有準備防水的水閘。遇逢大潮，所以呢，它會湧浪進來。那因為什麼呢？剛好這裡有一隻凸體，然後它浪進來的時候，它是沒有辦法退出去的，所以它就直接會打上來。那打上來，因為近幾年海水都有不斷的上升，所以會發現，這個狀況會越來越常發生。夠青蛙！積水內底有水雞咧收水，民眾緊摕手機啊翕，受到天文大流影響，透早東港東金里較低的所在嘛開始積水，徛喺外口甲大路佇短時間就出現大片積水，居民只能撩水出入。不過因為抽水機攏有準備幾落台，到大概7點外水就退啊。大潮今天的水位。加上抽水機都有在抽，有沒有？那個水位不是那麼的高了，差不多腳踝上。差不多卡巴起來了，應該卡巴起來了哈。差不多7點半8點呀。氣象資料預估，這波天文大流上滿的時間是14和15。縣府水利處表示，第一波巴流暗算到17，因為大流期間沿海水位攏較懸，地勢較低，含有海水倒灌情形的鄉鎮，民眾愛提高警覺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